起大落，我的小花小果，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别怕，有我在。哎，怎么回事？爸，怎么停电了？爸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蛋糕来了。是啊，来。哎呀，好大个蛋糕！生日快乐！哎，真的呀！嫁给我。嫁给他，嫁给我们他，起来啊，来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不要，不要！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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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给他。峰峰，好女儿，你就嫁给我儿子吧。姐姐，嫁给他吧，要幸福哦！芳芳，快 say yes 啊！光辉，我妈，不要，不要！我帮你带上吧。这好像尺寸不大合适吧？当然不合适了，因为没有经过我们皇家认证。儿子，起来，哎呀，别紧张。来，把这个戴上。这个
挂在脖子上。阿姨，我拿着，收下。来，祝福，一定要幸福啊！祝福你们。完了，真完了，真全完了。哎，爸爸，你上次不是问我，如果你尽力了，但还是输了，我会怎么样吗？你会怎么样？我想说的是，我还会爱你的，因为你是最棒的。谢谢你。爸爸，但是你真的要努力了。恭喜你啊！怎么感觉这口气这么不对呢？听出来了，听出来了就好了。我对不对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自己内心的想法是什么。从刚才到现在一直黑着脸。没有啊，我就是觉得有点突然，没做好准备。为什么你们两个人都不喜欢面对自己的内心呢？你说谁啊？算了，对牛弹琴，两个傻子。行了，我不管你们俩的事了，下车。那你慢点啊。拜拜。拜拜。我只是想睡觉而已。这个月我们要选好良辰吉日，然后定好婚宴。你是喜欢中式还是西式？如果没想好的话，我们可以稍后再决定。3月份我们要准备婚宴的回礼，是巧克力好呢，还是饼干好呢，还是手工肥皂好呢，还是……这个楼盘好，交通便利，面积实用又不贵，特别适合我们这种新婚夫妇。买了房之后一定要有车，3年之内生小孩，10年之内准备教育基金。我想要个女孩，他们都说女孩是爸爸贴心的小棉袄，特别的亲。你呢？我呢？我，
一只羊、2只羊、3只羊、4只羊、5只羊、6只羊、7只羊、8只羊、9只羊、10只羊。福华，福华，你怎么啦？哎，老大这么早，我早饭还没做呢。业绩报告已经看了。老大，我去开车。马上帮我把那份文件发过去。老大，歇会儿吧，你午饭都没吃。不吃了。我今天有的事情，还有没有没完成的工作，统统拿过来。没有了，我和叶波的活都给你一人做了。没有了啊？怎么可能？工作永远是做不完的。看来我前几个月真的是不在状态。不是。姐姐结婚以后啊，肯定要找一个继承人，那个人肯定是我柳儿。所以为了让姐姐放心，我现在一定要展现我的实力。说什么呢？什么继承人啊？我活得好好的，没死呢。姐姐，你要结婚了，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总要找一个人帮忙嘛。谁说的？我又不是要离开这里。你结婚以后肯定很忙的，你有很多家族的事宜要处理啊，要照顾家公，照顾家婆，照顾未来的老公，未来孩子的饮食起居，哪有空来店里啊？那我可以当个女强人啊！现在有很多在职主妇的，他们可以，我也可以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做女强人，家庭会不幸福的。你放心，有我柳儿在，我肯定能帮你管好等一个人的。而且啊，我会帮你看好闲杂人的。我们今天不做晚饭，我点了披萨。我要做饭。哎呀，谁啊？老鄂，你有病吧？你非要吓得人家尿失禁啊？哎，我跟你说了吧，早就让你擦了。你这也不知道大哥怎么那么脏，每次洗完了澡根本就进不去。哎，一会儿你把里边刷完了，记得把马桶刷刷啊。记住了啊！怎么是你，大哥？我就想知道自己到底有多脏。大哥是真病了，静静吧，周静静。
我这几天都不能睡，一直找事情做，一直做才开心。一停下来，我会觉得特别空虚。不行，我要找事情做，找事情做。哎，我不能停，我不能停。老板，你先坐下。我想我已经知道你怎么了。潜伏病症1，工作狂。治疗方案就是 relax， 放下你的工作。你有太监太后，我有小猫小狗。你是英雄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，我如此平庸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潜伏病症2，精力过度，唯有大量的消耗体力和释放精力。什么意思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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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什么意思？可是昨天你非常当我闭上双眼，我还看得见。上辈子下一世谁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无效。潜伏病症3，挫折挫伤后遗症，需要转移注意力。简单说明一下，人在失恋的时候呢，通常会找一些平日里不会做的事情来折磨自己，转移痛苦。有的人会跟小朋友抢事情做，有的人会找一些无聊的事情来填充时间，有的人甚至会洗厕所。怎么是你，大哥？怎么那么熟悉啊？还有，够了，说了那么多，一个结论都没有。来，喝饮料。对，别客气啊！来，别客气啊！吃糖，多吃点啊！哎呀，这孩子真可爱。哎，就不知道你将来跟黄辉能生多少个？别理他啊，一切都顺其自然。来，吃个饼干，拿着。什么别理我？没关系的，多生多养，咱们黄家养得起。什么都不要管，只要2个人开心就好。你喜欢的话，2个人一起去周游世界。哎，我说，你今天怎么老是跟我唱反调？哎，你不是也喜欢小孩的吗？我是喜欢小孩，但是啊，要不要孩子是他们2个人的事，我们2个人没有办法主宰他们的。再说啊，我最讨厌有些人的专横，就想让别人的思想跟着他走。我专横，你比我更专横。是你专横好不好？那个时候买了一件黑色的大衣，我说我不喜欢黑颜色的，你偏要我穿。你就别提那个大衣了。之前你不是说买一个黑色的名牌包吗？你喜欢黑色，就给你买黑色大衣了吗？但是黑色有不同的款式，有不同的类型，你懂不懂？我怎么会懂你们女人这么多花样啊？那你不懂你学呀，你懂不懂？我怎么知道你们这些东西啊？你们女人我怎么搞得明白？你这么专横！我专横，你才专横了。我哪里有专横？你看你给我买的毛衣，绿色的多难看！别提这绿毛衣了，上次给你买个绿包，你不是很喜欢吗？我就给你买这个绿色毛衣了。那是包包好不好啦？衣服也分很多的颜色的，那绿色也分很多种类的。谁知道你们女人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不知道可以学呀！为什么强词夺理啊？为什么不学呀你？我有时间问你。来，吃东西啊！来。灵儿，给我点纸巾。好，给你纸巾。鳄鱼哥，谢谢。我帮你擦吧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
嗯？哎，你不会是最近迷上微信交友了吧？整天微信想来想去的，而且还神秘兮兮的。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啊！微信交友是有陷阱的，你不要以为你会武功，你就可以随便。你不是说不要问他星座的吗？天灵灵，地灵灵，牛鬼蛇神皆退下。我最近新学了星座占卜之术，宇哥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星座呀？我是摩羯座的。摩羯座，摩羯座超不会表达自己的感情。哦。但我超会表达自己的感情。摩羯座跟我的星座太配了，哎，配对指数100分，100分。我知道你没有兴趣知道，不，我想知道。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把你的生日指出来吧。好，1月25啊。1月25，就这几天了。你跟鳄鱼哥的星座是相爱相杀的关系，好可怜哦。但你跟福生很配哦，要不然你考虑考虑福生吧。怎么，你不愿意啊？还是你觉得冉冉配不上你啊？哎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喂，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别不理我呀！福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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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叶佩，叶佩，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叶佩。